一次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再一次行思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我愿意将我的全心、全人归给你，带领我，指示你的道路，来指引我前面的道路。我们再一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对神说：主，我敬拜你，因为你的名配得我们赞美，因为你的名配得我们高举，因为你的名可尊崇、有荣耀的。主，我们赞美你，我敬拜你。我们一起大声地宣告：主，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我们可以继续走对神说：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我们更深地对神说：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先来宣告：主，我们要全心的归向你，我们要全心的抓住你，我们要全心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今天整个下午的所有的礼拜，所有的每一个仪式，主你的恩典，主你的能力带下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同心合一祷告，都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坐。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美众会长老教会、刘安村传道师丰利牧师就任第4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开始。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把soal sa Yes ini sesyo, daw sa Yes isangraan, soal sa mapatuloy ito takuanan ko purong no, sabi kuan to kakarayaan ato kakaraitersan. Pagani handa nga ni Yes kito patiran ko dinasa opo, 会众起立。我们请乐团吹奏。特会员入场。
把在你的头后唱诗，主啊，我要跟随你。打扮到itu有些该会去说呢。Tolong kita, wamanya maiti karayan, miarai kami tumi, parfe tumi so aninia fansalai tumi as, ipatiren kami fansalai, falohai atalukos tumi so ci osen sinsian, nanai mangai ko kere tumi so ko pilih hai dunia itini kahokan, wamau aninia upi patiren tumi so ci osenan i, pasoren kami. Mama baruan itinga kyo kai nu changsu chao hui nana maratan tekai hari bahmekai hari turunai ku piter marat secayen tiswanan ku kyo kai nu itinga sari kakak wa mau mirmos kami to pakai ni chong hui nu nyam pafiren kami to icher to saki tiswanan caai ku mama lias ku kawas marare di mitip miripot mitapar papakalaya ku pasolinai nanai mala ucilah atau orikat hekal kukyo kai bolong usime kyokwe upapa cinar kami upaparikat kami itu manai akal parumaran kami wama kisu kumi kuana itu cika nunyam tansa nani saya tansa I parikan ira kufan saya aringo kopi keren itamianan Thailand hangkulangan Yes kopi tolong dunia. Amin. Kemudian坐下，恭读神的话语。新闻正会书记洪爱牧师。诗篇第1篇第3节这样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Ini ori sangat sejai Jepang sangat dulu Asia. Matinya jingra ni parumahan I atike no aro rusai hilang. Malau ko kecil-kecilan I cihaji
Zaika las-lasku papa. Ano, umaan ko, nidamagan ninggai. Marakatsi, amen. Amen. 你把这个多了6个樟树教会诗班敬拜尊崇，比大翁不同安个大邦，他们到下面，这上面，我到了来。
我们的众会议长传达的信息是樟树之春，我张拉诺拉克萨吉兰，我帮个sampai no议长minta adik hantar ke议长。樟树Akiokai atau Ciaksu na Singsi atau Porong no Sarikaka Pingan di bahaku faru cak namita tu nian ahrak nolahok masa aku itini di palmas kita Ciaksu no Singsian atau Kyokai ini hai nanai mapalu kinu kawas punya masa aku namita di kai ki yahoni busiau hui sama na namita ko jinglaw ko suar idini i pire haya namita suar sa ko choro aluman ko thaya chu sa saga sano holaman tamang na marcha ko pitingin kita jaya ka sa si rumah ko pitingin namita to kimas sanai rumah satu i usaka pisup-sup namita to chikan saga sano holam wahana ko pi pakimas patuor handa ko tuno amis kamu ko ai api farid。首先，我要恭喜樟树教会，在上个礼拜天，我们西美中会在举行第16周年的运动大会，荣获总冠军。爸爸搞一大过。有人说。这只是运动会嘛，至少表明了这个教会的同心合一，至少表现了这个教会团结合作。我看看你们啦，你大家的努米达不尼嘎拉在努米达，在我们所有的施工所求的，不外乎就是我们团结，我们合一。我相信樟树的春天来到了。Anini ni pakimah ini di tanah na paizer tu ni katumir na maroboksi ni achun halafin to awak kuboksi nu ni anak kyokai ni anini matengini no kawas kutolo的mita上帝给我们一位好的牧者，今天我们要为阿春传道师封立为牧师，这也表明了樟树的春天来到了。今天我用樟树之春来做题目，大家当然知道，樟树就是指樟树教会，春是指阿春，可以用他的名字。事实上，我第一次有这个灵感，是因为我读了一位对台湾非常有研究的日本的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村上春树。看我这边，他的名字叫春树，我就很惊讶。我喜欢看他的书。这个人他是春天的树木，树木的春天。你们啊呀子，我年不说比白色的家春啊，哦，春天的樟树，是个哈拉登的嘛个。我年安亚罗努米达，我们这个部落哈，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地方，细指这里，在最早的时候，它的名字叫水反角，因为当时淡水河的河水一涨潮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就停止了。等到它退潮的时候，水就流向大海，因此水只淹到细指这个地方，到了这边就回去了。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把名字改为细指，因为潮汐到这里为止。而这个地方叫樟树湾，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在这一条河的水湾之处种有许多的樟树。早期台湾有许多的樟树，台湾也因为樟树而赚取了许多的这一个财富。我们也可以说，早期的台湾的工业有赖于樟树。其实有许多地方也用樟树做名称啊。比方说，新竹有一个地方叫樟树林，树林市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樟树窟，知不知道？曙光教会知不知道？
樟树窟。中国大陆的江西有一个地方叫做樟树镇，这几个地方都是因为种有樟树，所以就叫它樟树。樟树在早期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植物，它的根、它的茎、它的枝条、它的叶子都可以制造成樟脑，而樟脑在当初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是一个香料，它也可以是一个驱虫剂，也可以是工业许多的这个很有用的一个材料，甚至可以用在医药上面。可是现在樟树好像越来越少，而仰赖樟树的这种工业也越来越走向夕阳，我们称它为夕阳工业，已经不再有许多的这个工业在从事这一方面。我们说樟叶大概走向冬天期待它的春天来到。由于阿美族的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在樟树湾，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地方叫樟树教会。如果我们回顾樟树教会的历史，我们要从民国57年的3月开始，许多的同胞从台东、从花莲来到这个地方，聚集在这个地方。由于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家，就很自然的就组成一个聚会。所以从民国57年到64年，有许多的基督徒就在这个地方到处寻找可以成立礼拜堂的地方，可是也一直漂流。我看你们的历史是说，大概迁了7、8次之多，曾经在大同路口，也曾经在这个南港隧道的这个出口，也曾经在可口可乐的旁边，到处找一个礼拜堂可以居住。可是那个时候有几位长老，他们非常的热心，也非常的有意向，像庄清林，像张建双、张东海、罗明生，像蔡水银、刘先杰、詹荣昌几位长老。那时候没有牧师他们召集信徒，他们也努力要找一个可以长久居住的礼拜的一个会所。所以后来在严明甫牧师还有吕金甫牧师的带领之下，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聚集在那个地方一同来礼拜的地方。所以在民国70年的时候，就建立了最初的这一个礼拜堂。可是由于人数不断的增加，在吕金甫牧师之后是黄传武牧师、陈秀慧牧师，那么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决心要寻找一个更大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地方。到了民国79年的时候，在这个左右有一位爱主的长老就跟这个教会联系，于是乎他们就建立一个非常堂皇美丽的礼拜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参与的这一个礼拜堂。他们在民国79年的时候献堂，那个时候在西美中会这个礼拜堂是最大、最漂亮的一个礼拜堂。就信徒的人口数来讲，这个教会也是人口最多、信徒最多、活力最猛的一个教会。上帝祝福这个教会。之后，陈荣甫牧师来到这里，之后刘阿春在这里当传道师。上帝祝福这个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蒸蒸日上。起先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不叫樟树湾，它叫华南寮，因为许多原住民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仰，我们证明这个地方是一个荣美的一个地方，这边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地方。然而，到了92年到93年间，这个教会经历最严苛的考验，他们面临他们的礼拜堂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这个教会进入冬天，有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许多的人不堪负荷离开这个教会，也有的人因着其他的缘故
而不再来教会，人数越来越减少，挑战跟苦难是越来越多，他们经历最寒冷的冬天。然而在这个时候，刘阿春传道在小会的决议之下，就回到自己的母会来牧养这个教会。大家集思广益，在祷告跟思考中间寻求一个出路。在最寒冷的冬天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期待春天快快来到，因此他们就寻找了许多的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来克服那个困难。他们也不断的寻找那些不再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呼唤他们再回到上帝的羊圈里，逐渐的回笼。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慢慢的又走向原来奋兴美好的那一个景象，一直到上个礼拜运动会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教会最团结的一面。然后今天我们要举行一个新的牧师的封牧典礼，我想用他的名字来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春天真正来到。阿们。一个树木的春天，或是春天的树木，最好的景象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诗篇第1篇第2节到第3节。这里说，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昼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的叶子繁茂，他按着时候结果子，他所做的一切尽多顺利。这个景象是最美丽的一棵树木的一个景象。我要用这一节来勉励樟树教会，也勉励阿春牧师。在我们的事工中间，我们就好像一个种树的人一样，我们好像一个养树的人一样，我们好像要期待一棵树能够长得茁壮起来，长得茂密，能够有最好的一个成果。可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有3个秘诀。第一个是，它必须要栽在溪水旁。Ano tadaman ko sa akirani, upapingatan numitato, alo tonanum, sinanum jingrata fanzar ko rahas nimra。这个地方早期的名称非常好，樟树湾，湾就是在河边的意思，在河边种植了非常茂密的樟树，所以这个地方叫樟树湾。树必须要种在离水源很近的地方，它随时呢可以得到水的滋润，水的供应，它才能够生长得好，它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每一棵树都有树根，树根有很特别的一些功能啊，至少它有向水性，它就是它的根会向着水所在的地气延伸啊。这个叫向水性，它还有向光性，它向着光啊，它还有向地性，它要往地里头扎根，扎得越深，它越牢固啊。所以根它有向水性，因为水对树木是非常重要。如果一棵树没有水，它很快就枯干了；如果一棵树我们不长久浇水给它，它也很快就会枯干掉。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才能期待它长得好，它长得茂密，它才能够结果出来。同样，教会如果要像一棵树一样，它必须要栽在溪水旁。耶稣说：“我就是活水。”耶稣说：“我所讲的话就是神的道。”教会必须要建立在这一位活水的边上，教会必须要随时有神的道来供应它。诗篇第23篇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个水边，他可以饮水，他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作为一个牧者，我们要必须领神的羊群到水边有水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种树，我们就必须要种在河道的旁边。在教会的服事中间，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来喂养神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依赖自己的
智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方法来照管神的羊群。神，我们必须要做勉励、做安慰、做警惕的一个工作。教会必须要重视讲道的工作。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从John Carvin 传承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遗产，那就是讲道。而在我们的教会的礼拜中间，讲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接受神在圣经里对我们最仔细的教导，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来回应我们对神接受他的话语之后的决志。讲道是我们服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我勉励阿春传道，我们要付上许多的代价，在读经、研读圣经，在教导圣经的功课上面。教会的复兴的秘诀是把信徒带到神的话语之上，在教会的历史上证明这件事情。当教会和信徒用心在读经、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教会的复兴就来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重视讲道，不再重视读经，那个教会它的冬天随时临到。因此，我们要勉励张树和阿春传道、阿春牧师以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近神的活水边，让我们像一棵树栽在这个溪水旁，也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能够建立起我们灵修的生活。一个栽在溪水旁的灵修生活，我们才能得到上帝随时的供应。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看诗篇第1篇，这一棵树的荣美。这一段圣经说，它的叶子不枯干。一棵树如果它的树叶非常的茂密，我们说这个树木是健康的，有茂密的这个叶子，这个叶子可以帮助这个树木更加的茁壮。这个树木因着它的树叶，它有非常浓厚的树荫，可以让人在它的树底下能够乘凉，能够休息。也不单如此，有一些叶子是可以作为医药来帮助许多的人。如果我们看圣经启示录第22章第2节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1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些被种植的一些树木，它们的叶子能医治许多的病。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最后的景象，约翰看到在生命水的旁边有树栽在那个地方，这个叶子是能够医治万民的。这个叶子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其实樟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用药的一个树木，它的这个树根，它的这个树干或是它的枝子、叶子都能够制作成一些医药。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它的这个成分可以做成一些医药，作为强心、镇静、祛风跟麻醉之用。这一些从樟树提炼出来的可以制造成这个樟脑丸、樟脑油，还有一种可以制造成樟脑丁这个樟脑丁是用这一个7分的这个樟脑油加上2分的酒精，再加上1分的纯水，就变成这个樟脑丁那么这个樟脑丁可以治什么呢？可以治冻疮，可以治神经痛，可以治痛风症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毛病，樟脑丁可以用那个制作的成分，等一下礼拜之后可以问我。樟脑可以有这一些药用，可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教会的服事，如果我们像一棵树，我们有许多茂密的这个叶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叶子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叶子的功能，当然它是指的一种象征，是可以治病的。事实上，我们教会的服事是要使许多的人病得医治。这个病不单是身体上的疾病，我们要使许多的人心灵得到安慰，灵魂得到救赎，我们心灵得到许多的帮助跟勉励。许多的人在面临生命的绝境的时候，他接触到福音，他重新得到生命的力量。有一些人恐怕他被忧郁所苦，
他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光亮，没有什么前途。可是当福音临到他的心中的时候，他就得到医治，他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福音本身本有医治众人的能力，上帝的福音可以帮助许多人在生命里重新被建造起来。我们就是传扬这样的福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正是要医治许多的人。我们要勉励我们的同工阿春，我们的服事就是要使别人得到医治，而不是要伤害别人。我们是要使众人因为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上帝最大的这一个帮助。哈利路亚。第三个，在诗篇第1篇，我们是看到的那一棵树的荣美是，它常常结果子，它常结果子。一棵树如果有果子，它的用途更多，我们会更加的喜爱。如果它是一个香蕉树，我们喜欢它每一次长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很好的水果。如果它是一个芒果树，每当它到了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好的这个水果的这个供应。我们喜欢水果，在台湾也有许多的水果。在台湾，我们甚至被称为水果王国。大家知不知道，台湾的水果输往中国大陆有4种果子是最有名的？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哪4种？第一种是杨桃，第2种是芒果，第4种是芭乐，第4种是凤梨。这4种有名的水果在树里最有名的是香蕉。我们有个不同的喜欢的这些水果，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最多的喜悦。其实从属灵的角度上，上帝要我们结果子。如果我们是一棵树，上帝所期待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常常结果子，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果子。因此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随处可以看得到，上帝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收取一些美好的果子。甚至在路加福音第13章还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一棵树底下，他寻找那一棵树有没有果子。在罗马书第1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得到工作的这个果子。在启示录第22章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个树木都长出这种果子来。一棵树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对于我们是很好的一件事。对于辛勤耕作的农夫是他最大的喜悦。对上帝来说，他也喜悦在教会里边能够我们产生出果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许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结出这个好的果子。比方说，在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结出赞美的果子。今天当我们在开始这个就职礼拜之前，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所献上的就是赞美的果子。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边说圣灵的果子有9种的这个果子，必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另外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工作的果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结出那些许多的果子，有许多的人接受福音、信主、加入教会，那就是我们工作的果子。上帝喜欢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中间找到这些果子。愿上帝祝福樟树教会，就像诗篇第1篇这边所说的，它是一个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而阿春牧师要成为照顾这些树木的人。或许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保罗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种树的一个人；我们要学习亚波罗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殷勤浇灌、殷勤耕耘的人，来帮助神的树林更加的茂密，它有更好的一个结果。祝福樟树教会成为一个不单是在溪水旁的教会，它也是一个有茂密的叶子的教会，也是一个常结果子的一个教会。最后我要跟阿春传道做一些勉励。我跟这位年轻的传道有特别的缘分，我跟他的名字有一个字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春天之子。而我们的教会又有一个字是一样的，都是树。我们要勉励阿春传道，
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上帝的树木、上帝的树林。如果我们做不好，恐怕我们教会的名称就成为我们最大的讽刺。我的教会叫树光，如果我工作的不好，这个树就没有光了，就变成树荫，那就不好了哈。阿春传道，你的教会叫樟树，如果你不好好耕作，你不好好的来照顾神的这些树木，樟树就变成樟树，安在的树。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种树人，我们是很好的种树人。我记得在阿拜牧师就职的时候，在礼拜堂外面，我听到你师母跟玉琴同工在谈话的时候，他说：“阿拜的名字真好，我们天天可以来朝拜阿拜。”他说：“阿春这个名字很熟，阿春有什么好的？”其实这个名字是好的，虽然我们常常被误用，我们的春常常被误用。有人说春色无边，本来春色是很好的，春天的颜色，可是现在人常常把它用到另外一个地方，春色无边。还有另外一个春光外泄，那就更不好了。春光本来是好的那弄成这样一个词就不太好，可是也有好的地方。我们到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要贴那个字的时候，他们把春贴上去，而且把春倒过来，意思就是春到的意思春天来到的意思。也有人说春像春晖一样，有人在母亲节的时候说，这个虽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不是？春晖是表示像母亲一样的光辉，所以我们的名字都有母亲的慈爱在里头我们在勉励一些老师的时候，我们说他们的工作叫做春风化雨是非常好的。或者是当我们说这个大地回到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说大地回春因为冬季结束了，万象更新那么大地已经苏醒过来许多的作物都更新起来，许多的作物都茁长起来。我跟阿春，我们是春天之子，我们应该要带来春天的信息，我们要带来春天的果效，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欣欣向荣，能够枝叶繁茂，结实累累。愿我们在上帝的田地中间做好一个耕作的人，来祝福他自己的教会，也是神的福音和国度传遍全世界。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聚会中间，借诗篇树木的比喻来勉励我们传道同工。主，求你祝福整个教会以及众教会，祝福阿春牧师以及众牧师，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着下来，我们要封立阿春传道师成为牧师。我们现在要唱诗，我们请唱《案例族谱歌》。我们请起立，我们唱全首。Thank you.
誓约，我们请刘阿春传道师站立在前面。我代表西美中会，要在上主和众弟兄姐妹的面前，要誓约。牧师所问的这些问题，如果确实是你所相信、你所要遵从的，请用最大声的、最坚定的声音表示你决志的意愿。你说阿妹来表示。你今天领受牧师这重大的职分，你确信这是上帝所任命的吗？阿们。你确信新约和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你信仰和职分唯一的根据吗？阿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中唯他是主，凡有关教会的事物，当依靠他来处理。你愿意如此行吗？阿们。你愿意接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吗？阿们。你愿并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忠心尽职传福音，一生荣耀上帝，为他的教会谋福利吗？阿们。长老教会是建立在上帝的圣道上，你以后的所信、所传、所为，倘若违背了教会法规，你是否愿意顺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法规？阿们。来，爸爸告诉你到阿鲁曼的山就坐。肉努力，你谁要不给他修改？接着下来是堂会的誓约，都别任何新教你要修改。樟树教会所有的信徒请起立。我现在代表西美中会提醒樟树教会的信徒，知道这是你们重新奉献、决志、誓约的时候，所以要你们起立誓约。你们确信并告白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教会的元首吗？你们已经聘请刘阿春做你们的牧师，你们要诚心欢喜接待他，尊敬他，协助他，体贴他，为他祷告，与他同工，兴旺上帝的果，也要供应他的生活所需，使他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你们愿意这样行吗？他用上帝的道教训你们，劝勉你们，警戒你们，培育你们，并以教会法规处理教会各种事务。你们是否愿意谦卑地接受和顺服？关于维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过失，应该禀告小会处理，不可到处喧嚷，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是否愿意这样遵守？他报告你到阿鲁曼，请樟树教会坐下。接着下来，我们要举行按手礼，我们请阿春牧师到前面。教会有没有预备跪垫？然后我们邀请本宗的牧师，我们一起为刘阿春举行按手礼。但那个本宗的牧师，给我一个麦克风。
安守。主啊，你鉴察人心，按你喜悦拣选人做你的圣工。在你面前，我们发现自己的真相是何等的污秽、卑微和不配。可是你有无限的大爱，借着你爱子之血，我们得到赎罪的福分。感谢你在万人中间拣选人与你同工，这是何等的光荣！因为有限的人有份于永远的圣工，有罪的人有份于至圣荣耀的圣旨。我们只有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仆人刘阿春，这时跪在你面前，再一次与你立约，奉献他自己，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众仆人的手，受职给他成为牧师，来眷顾你的羊群。主啊，求你的灵扶持他，引导他，帮助他完成你从天上来的圣召。求你与他同工，给他力量做忠心的管家，使他在工作中仰望你，跟随你的榜样来带领你的羊群。赐给他有智慧的心，了解羊群的缺乏和需要，能及时帮助他，引领羊群常在青草地上得以饱足，在安静的溪旁得以止渴，在清凉的树林中得到安息。赐给他爱心，如同你为羊舍命牺牲；赐给他忍耐，如同你遍走荒野寻找迷羊来归回；赐给他慈悲，如同你怀抱小羊走在群羊之前。无论在快乐、痛苦、富足、贫贱中，求你使他不忘今日的誓约，从今以后终身尽止，直到那日站在你审判座前时，让主你赞美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都别人记，都别人kita alumanai sarikaka。你说阿要你的阿鲁曼奈，你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权柄，接纳你为樟树教会的牧师，并向众会友宣告：牧师的职分与权柄是依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法规授予你。如今你领受牧师的职分，当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致力兴旺上帝的国，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和教导，常常关心这些事，因为如此行，方能救你自己以及听你话语的人。阿们。巴黎国给大家阿孙兰马丁尼，就变过呀。首先。はい、パパが歌うアロマナイ。会众坐下。接着下来，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去握手礼，请我们中间的牧师、长老一起来举行握手礼。
老有各个教会。颁发牧师聘书，请阿春牧师面对讲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聘书，据本教会主后2007年6月24日会员合会投票决议敦聘台端为本教会第4任牧师，并定条款如附记。此聘刘阿春牧师台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樟树教会。聘请期间自主后2007年9月9日起，至主后2011年9月8日止，谢礼及福利依照总会和中会的规定，中会监选委员牧师林春志、长老罗文成。主后2007年9月9日。Bapak kau tahu harus mana? 接着下来我们要交接，我们要特别感谢在过去，陈秀梅牧师担任这个教会的小会议长，同时完成聘牧的工作。今天由阿春传道师、封立为牧师，我们也要把小会议长的职责交接给新的牧师。首先，我们要特别谢谢前任的小会议长，所以我们好不好请陈秀梅牧师起立，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现在我们赞美，请樟树教会的诗班、松年团契跟青少契来献诗歌，赞美神。Hallelujah.
家他们信仰就是智慧，他们时间多，经验多，钱也多。好，我们来，我们推出有钱多。好，对，大家能够心上气，把多少多，我们修复过后，心那么深不深。记得哈，长者电话里面哈，记得我刚才讲的话，他们智慧多哈，时间多，时间很多，退休了，时间多，智慧多，钱也多哈。可以从他身上看见我的影子哈。诗班的，好，请诗班哈。这是阿春牧师跟师母很享受啊。马知道，马都知道。
拜祭，拜祭，哎呀，拜托哈！你有一点能力来奉献给上帝哈，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的把恩赐献给上帝。好，下面分别我们请前任的小会议长跟我们中委及이용 혹시白色的혹시 마야 혹시白色的谁干？我们请用牧师来。议长，我要说的议长刚才已经都讲完了。哦，首先恭喜阿春做牧师了哈。这2年多来，可能新美中会找不到像你这么勇敢的人。刚才我们议长也说，当时你来樟树教会哈，这个教会是冬天，不是只有我们寒冷的冬天，简直是下雪。可是阿春他毅然决然接受回来他自己的母会樟树教会，然后这1-2年。他也把这个冰点的樟树教会的难处他也解决了，所以他真的很热心。刚刚我看到樟树教会的诗班松年团契青少年这么热忱在这里赞美神，这就是你2年来你所努力所结出的这个果子。刚刚议长已经用这个诗篇第1篇第3节勉励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已经看见你在这里说服侍，就像这一节经文一样。我以下用3点，我们来彼此勉励。你往后不是只有你，我们所有的牧者。的牧会工作，第1点就是我们都是上帝呼召的这个与上帝同工的仆人有一次耶稣问彼得：“彼得啊，你爱我胜过这些吗？”然后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啊，我真的很爱你。”然后耶稣就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这就是我们今天做仆人刚才议长他也提到，我们第一要务就是要先爱上帝，然后喂养照顾神的羊群。这个爱上帝可以用两点来诠释。第1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条服事的工作是要传承生命。今天你这个牧师如果很爱神，相信会有也是一样的爱神。另外来诠释，如果没有爱神的心你来服侍，因为教会都是对人，包括我们牧师，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不是那么喜欢看到的。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忍耐？如果倘若不是神的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用这个第2点是我引用那个赵永金牧师，应该我读他的《牧会45年》这本书他的里面有提到1点：信徒让你生气、让你伤心的时候，也不要向他们发怒，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眼泪解除你所有的这个压力。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的炮台我们不高兴，所以我们就用不高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跟我个性差不多，我想就是不会阿谀奉承所以常常得罪人以后也很难过。所以我们在这个赵牧师他牧会45年，他所说的这个话，他的经历，他也可以说是他牧会观之点来学习。我最后用第3点是哥罗西书第1章28节，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为要使每一个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最终的任务。很多人这个很不错，忘了我们最终弟兄姐妹是要带到神的面前，并不是那边很厉害，他那个方法牧会的方法很厉害，所以我要去那里起经并不是。我们最终的这个任务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既然我们的议长说樟树之春，这个冬天已经离开樟树，既然阿春来这个，表示春天是喜气洋洋，就好像那个春天谈恋爱的人最喜欢在春天了，所以应该是每天都笑口常开。希望五樟树教会每天看到你们的牧师，就像春天一样，过去那个冰点的下雪一样的冬天，也许还留在你们当中可是你们已经很勇敢地面对你们的难处，也解决了你们的难处，剩下的是要看你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我看赵永金牧师牧会45年，为什么有75万的信徒？他没有其他的秘诀，是环境造成他今天有75万的信徒。为什么？因为他连吃的都没有，所以他常常禁食祷告，没有饭吃没有钱，弟兄姐妹很贫穷，根本没有，所以他每次不是不吃东西禁食祷告，是因为没有钱可以买吃的东西，造就了今天的赵永金牧师。所以我想阿春牧师上帝祝福你在樟树教会的牧会，不但是开花，就像这个刚才议长用的经文，并且果实累累，30倍、60倍，甚至于100倍。有一天你回到天家，可能神就会欢呼欢迎你回天家。上帝祝福你的服事。平安sarga gama kolong lokah takwala yama tendala yama rataya lokah ke sarga gama kolong 我对樟树有不可忘记的一些故事。学生的时候，黄传武牧师为弟爱对，然后三光还那了不求盖，他看到前辈对牧者的敬重，跟对教会愿景的实现，他们有许多好也，就把这种优良的传统放在身上。以后呢，还有一个比基拉，你搞过许多巴格莱丁伊拉克斯，独切泰雅族版的樟树，你们阿美族自大过分。弟兄姐妹，其实在泰雅族半山腰所长出的樟树有别于溪水旁的樟树，在格扎里面有这种水性这个阿美族的这种，可是我们泰雅族的樟树，可讲说是人神汇集之处。老提都点头呢。所以刚刚为什么？你看了斯坦利的雕刻，没有一个人会用防拉斯，都是一定用什么樟树。之所以樟树之春，是因为人把樟树看为什么？伊莱迪亚拉罗曼的樟树伊拉布卡他曼的西曼，大部分的这种有名的雕像都会以樟树为题材。Kita umat asai mi alamat mi sa sarikat anu mana saya kau ragas ko sapi rikat saya nggak boleh。所以冬天没有可以可怕的，冬天是冬天是为了预备迎接春天的呼召。冬天的寒冷不可怕，我冬天在太阳族的溪水旁照样下水抓鱼，鼓励一下。这个在乌来有人名字的。因为那个张乡长我的阿妹的这个亚曼没有白旗我入赘但是弟兄姐妹，春天再怎么来，阿尊
就算是老末的春天也不为耻。阿妈不那看秀，萨利嘎嘎，互相支持，老末的春天再晚，它终究会开花。所以弟兄姐妹，我对吉拉克赛教会一个大大的抱负的高兴就是，孤木逢春。孤木本来是在卖个孤木桥，不是买那个孤木啊。886家有一起生怕台风不是吹倒了吗？就躺在那边没有人理的。太阳族最喜欢，为什么？香菇、野菇就在那个地方长。还有什么牛樟菇？这个可以排毒餐呢。为什么我这个泰雅族的女婿懂？呀吗？我单身翻山越岭，去骗说这个大巴山。所以saya makolusaan hawi阿尊有跟我一样的勇气跟智慧，嫁给亮丽的泰雅族，在这个地方为博文你的选择的说不对也不对了哈。那这个总是重视的非常开怀哈，看到学弟阿拜啦，在阿尊我胜他们有能力，慢慢不把它做。我的时代说牧师不要太早封牧上，我们这个时候巴不得年轻同工一定的年龄马上上来，承担一些中会的业务，才把它做好。所以我把它做那么不好的萨利嘎嘎，而且还给我提到的巴盖伊拉克山寨，所谓的拉克什，在阿美族来说有它族群命脉的延续。在阿美族传说故事中，巴拉克善是最能够善解人意的支派。其他个善，嘛，反正米巴马拉米能够发落做做，俺汉啥个阿法拉都不行，哎呀，我嘛灭盖呀，你师母阿善，啥个掉的，哎呀，把张阿来多嘛阿安。在阿美族传说的巴拉克善的系统叫做善解人意的支派。兄弟是巴吉达兰的，有亮丽的名字没有用。弟兄姐妹，是那个赛亚赛嘎嘎樟树教会，光用你们的名字，第一，你们要发挥你们的神奇的功效。我说你们是以后呢，上乌拉克斯，好，上乌拉克斯，这个。第二，要延续我们族群对樟树巴拉克善系统的这种绵密性。我们看到，刚刚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老前辈黄牧师在唱他的这个老歌老歌还是好视听。想到他们以前在樟树这边的牧会，所以万万不可断掉对长辈的敬重。塞格马布隆樟树教会还有一个特别要勉励的，塞格马布隆要重新雕塑樟树的未来。这个能安节不胜。这个能安古师母好的大山要干，重新让这个樟树长得又高又大，让居住在这边的所有的信徒美满快乐。我再留一点弟兄姐妹，巴拉克善，但愿这个巴拉克善是充满彼此饶恕，充满彼此祷告。野外这些自然的鸟儿都喜欢栖息的地方。我希望樟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你们要有一个泰雅族的亲家感到感谢神。有一天，让我们带着溪水旁的樟树拿到深山去校对一下，这个樟树的长相有不同。所以在马可的意思是什么？我说大家在反在，每一个生活背景不同，唯一一个要在神的面前相同的是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为教会的兴旺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在遥远的山美遥祭我的兄弟，山美会随时供应你们水。我的长老跟我说：“一定要带你个好运，伊拉给烦恼一点点，就黄牧师哦，伊拉给烦恼一，而且还有个别一样。那时候我记得，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弟兄姐妹那种热忱，所以弟兄姐妹重新雕塑樟树的未来。
因为你们有一个不能说老木逢春，孤木逢春，一个栽种在溪水旁，而且这溪水旁又能够防止涨潮的原森林这个洪水，这个么不弄，那么白质。最后一句话，给大家看看，来，沙鲁邦扎汉米南啊，我们在都市，我们不要把阿美族原有的特质忘掉，那彼此尊重，牧师大概要很强调，彼此尊重是彼此怎么来的好。我们在外面做过事业的人，或者做打拼的人，尊重我沙里看看，春天就算4个月，1天也会过去。我们希望沙里看看。Turunan taulah mereka susah lama. Saya gancat, mama solinga, di taungan ini kawas, ini kiokai, han di atoros, biswanan atau kolong saya gak, kan? 咱们这个派出所特别有缘分啊，从西国浪开始呢，是我们阿春传道哈，提了牧师哈，我要牧师啊，有个事情我也要特别讲哈，樟树。彰显主荣美把比那阿美是比较，我们会很不好意思，要彰显出来，哇漂亮，你看，因为他们都看到漂亮的嘛彰显主荣美阿美好，不要太害臊哈，我在这里我愿意嫁给你，好，感谢主，我们特别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见我们的我们有来宾介绍一下我们的。新议员，中人大陆议员，欢迎在我们当中。还有我们的黄长武牧师西子市林民事代表，然后也给我来宾带，还有我们的来宾来宾是记者，感谢主哈，都是来宾哈。好，欢迎我们新美中会的这个传道人呢，新科的牧师呢，阿拜。牧师，乔美的牧师，王牧师牧师，一成提诺拉贝牧师，提诺，筹官，还有牧师，还有我们的传道，咱们传道。传道在吗？你应该跟我喊，我在这里，请骑我。你这个好笑啊，还没是好笑哦。还有没有感谢主哈，我们都比较害臊哈，感谢主恩典。好，下面我们要我特别念贺词很多哈，1、2、3页、4页哈。我特别念了两个贺词，我们的都能说该，仅在主里衷心祝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樟树教会刘阿春传道师丰利牧师暨就任第4任牧师职感恩礼拜，中途良牧荣神一人，愿上主赐福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52届总会议长潘庆张牧师，总干事张德谦暨全体总委一同敬贺。第二个是我们中会的文罗西美中会恭贺樟树教会刘阿春传道丰利牧师
及就任第4任牧师受职典礼，受选召奔跑天路，尽心力为主见证，牧族民培育心灵，传真道，彰显主荣。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说巴伯的。”望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美中会议长李春志暨全体众委一同敬贺主历2007年9月7日。우리는 대형 하노이 먹으면 아시부린 사비 우리 토노 가로 교회第韩国樟树教会代表他们发献礼物。刘牧师啊，你的牧师都是让基督传道，这个那个巴菲都你阿达不过，我那不是巴菲那家都阿达不过，嘛反正爱个你不听个去，啊不生我不去，把个阿拉这个都那都烂到都那不撒卡拉拉哟，这个没到都那那这个，而不是这边不听的都那你按，我这边给你们那都那。Matulali uno sumnya hani alman ko masilaya mulbat saya asiri
ini tali okno kyoga hai aluman ko你要塞啊塞个干你要讲述教会1到7每一次的团契那来热心不团契那啦每一次他们的团契受圣灵充满着啦嘛多么是不在阿里我哪里有传道人那里啦你接受这点了传道人那里马上就圣灵充满我们也说话让好但那也嘛圣灵充满哟这个你有牧师啊你不他不过说你啦在一个不少于水上活动节有牧师他是属于适合在地面上来活动你那到无什么不管你那对那media saya siri saka nanai kami ini irak saya juga untuk kamu tuh 我们的互动要频繁嘛都信息你牧师的话传道起来的话这个牧师的你有声这个人的信息呢互动频繁充满爱心的教会是吧嘛他买按在一个rari kita maka kafe alatak mafasau saka yung magkakagabi kita sa pagkakamanak kita sa sinama-lama kita matumas no wala no gawas punya kita syukai saka nai mamatira kun ka lawok to no musun nyam pakai pitur no namo ani paisel to matalaya no gawas no di sangsu siahui kami ta mga ay makatini kun ka matu suari halin no susuran 我们的处理的牧师你牧师macam tu dia rakas Francis sangat usang lau samman mama nak kutung fung sana kia saka mami pau mini ka ko na hani saka ma kutung mai ko saka mama dia rasa kunika kai masa bunini saka hanau hau kunika sai no lungos no kyokai pakadai ini ci kosongan foksi ta makmin rakena malapasai dia lewa asiri amata pun dia 不是每天你要去到那个水边去扫网，因为你看到那个水蓝蓝的，你就怕到了。这个你所以地面上你到不过的呢你要晒那个大马这他们你小马卡瓦斯，哈利路亚！谢谢张长老的礼物，我们 PBSF 有海鲜可以吃了。下个礼拜有那个招部诺长子训练一点内，我会长两节纯牧师，那是个下个礼拜那个长子训练，欢迎你们来参加德语哈。好，下面我们来祝歌哈，希望每个教会唱一首歌，为他的副歌哈。谈到第一个教会是泰尔族师母的，还有一个师母哈。第二个是曙光、莲心、三梅、丹凤、七美哈。很好，你准备这么多。准备到大家都好了吗？六。好，第一个我们请泰尔族师母，请出来。我想你们看到的是过去泰雅族跟阿美族的联婚，最早是灵山师母。其实我们泰雅师母背后我们有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们要接触到新的文化。你们在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跟着哈哈哈哈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嘉玲师母、拉希默默，有我们陪你不只是我们西美中会总共有7个师母，都是泰雅族的南莫师母李清文、以金福师母，对他们都是传道人，他们的师母都是传道人。本来我们今天要聚在这里，但是大概路途太遥远了，山上到现在已经快吃晚餐了。我们要献这首就是。为了不要对不起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要唱打样的歌我们大概20几年没有唱了哈，师母20几年没唱，但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高兴。嘉玲，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叫阿泰族，代表师母。好。新郎
谢施工教会那个法国你看到吗？红色的燃烧教会，燃烧的心灵，把下面我们请联心教会，联合兴旺的教会，联合众教会，兴旺的教会是联心教会，靠近拍手。
医生。我们还多过是给了三美教会，还多过是弟子会吗？那当然，我观众不太分手，因为我们的对象是2个族群，所以我们唱2首，一个唱给泰雅族，一个唱给阿美族啊，对，这样计较啊。第一首我们要唱泰雅的 melody， 叫做《一家人》啊。第2首是在50年前，在山下有一个老师谱了一个曲子，那兄弟就在太平洋边上把它谱成阿美族的话啊，希望能够给特别给国生阿妈他们，能够给还有弟兄姐妹一种祝福。我们永远是阿美太阳人。
牧师就任了，我发现有一个事情是，选的县市都是上个礼拜运动会都前几名的哈，都是三美、曙光啊、樟树，我们中正哈没有名啊。好，下面是大牧教会，对，好，感谢主，好。
itu mga pahaya singatay, mapag-orong kawas, ati handa si Osa Huksi, ati kaayaw, misyon kayo ito katinira atau 就任时，邀请我们新人科的牧师，刘二十牧师上台就任时。以上。波罗斯利克波罗平安。还有比较是嘛不好意在黑龙江家族嘛个，我们看一下咱们波罗kita saya ka arai kini saya ka patut kini saya ka kacuk kini saya kita bolong dari ayau dan ijak saya kiokai saya saka aku lipat hak follow 着，我们在黑后的家族嘛，我向各位来说声感谢。首先在就任之前，我真的要代表我的家族来跟各位来感谢。不因着当教会遥远，不因着外面气候还有一些的太阳，也不因着我们的座位稍显有些拥挤，因着主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要谢谢各位。如果不是各位的参与，我想今天下午在那个就任受死就任感恩礼拜恐怕会相形失色这是我首先要跟各位说声感谢的地方。Soalnya itu saling ngobrol ada hal tu 感谢Anumago Arayanumago 真的有很多真的要感谢的地方。我就用我比较熟悉的语言跟各位来说我今天下午要谢谢各位的一些的我要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谢。我首先要感谢他远在日本今天没有办法来参与好像看我好像是他的孩子的陈福牧师他昨天有 email 给我告诉我要坚强，告诉我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你的家，虽然你知道厨房的用具在哪里，虽然你知道柴米油盐如何来调配，可是你仍然要很勇敢的站在那个锅炉的炉台的前面，还是看着他们从青菜，看着他们从汤，看着他们从一盘菜端出来为止。谢谢陈福牧师对我这样的一个鼓励。我相信他是在我牧会的榜样上、一个经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我也谢谢他在我的牧养的生活上面常常给我很大的付出。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也要谢谢一直带我来，好像是他的也是孩子一样。每次我们出席就跟我说我是家属代表。谢谢陈金生长老，谢谢陈真长老，你的谆谆教诲我不曾忘记。我在个包湾不那底下后大家说搞了久了。也谢谢你常常接待我，让我感受到我们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要谢谢弟兄在6年前所服侍的第一间教会荣桃教会，这间教会让我感受到非常大的温暖，这间教会让我学习到跟同工相处的宝贵经验，这间教会更让我感受到好像朋友般这样热情的对待。今天早上接到2通来自于荣桃教会的电话说不能够前来。我真的感谢他们不因着嫌弃过去曾经在这间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就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真的要感谢荣桃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二个感谢的是，也要谢谢我在4年前被真会派到第2间教会服侍的曙光教会。曙光教会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牧会，曙光教会让我体验到什么是牧会。常常在压力跟喜悦当中尝到每一天的进步。很多时候
各位都知道啊，我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内向的一个人。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我是很容易紧张的。我不善交际，不善交际。谢谢曙光教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从不知道怎么说，到后来颠三倒四的讲，一直到后来可以讲了2、3成的母语。谢谢各位的操练跟教导。我也感谢在曙光教会的同工当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以非常甜美的服侍。我想每个人都有强项，在今天教会当中所有的同工都是晚辈所要学习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曙光教会的团队凝聚力非常强，他们愿意花许多的时间在一起，为了只要分享自己的想法。我也发现，在今天教会的同工里面，在异中求同，愿意放下彼此之间的意见，来寻求那个一致性。这样的学习让晚辈知道如何进退。我也要谢谢很富有创意的、活动力特别强的青年团契，曙光教会的青年团契。从你们的身上，我真的学习到，其实牧会可以更多的创意。也谢谢曙光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我们一起走过这2年的时间，让我看到那个年少不更事的那个刘阿春。从曙光教会的青少年的身上，我学习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打死不退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做到晚上1、2点、3、4点都还在那边努力，真的非常感动。谢谢曙光教会带给我非常这么好的牧会的学习的经验。我也谢谢一直以来培育我、给我最大支持我的母会樟树教会。樟树是培育我的母会。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管弟兄曾在外面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也不论我是如何在那边耍脾气、惹大人生气、使大人无奈。可是我总是觉得樟树这个让我最亲密的家人给予最大的包容，给予精神上最大的支持，这是我一直以来要感谢的事情。我也谢谢教会当中、樟树教会当中里面的弟弟妹妹，谢谢各位容忍我忍耐我很多虽然很多时候我恨各位恨铁不成钢，我巴不得各位很快的成长。可是从各位的身上，我学习到的是欲速则不达的忍耐的功课。我知道要给各位成长，我知道要给各位方向，都是挤过来的。我也谢谢许多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彼此产生一些的信任的关系。请相信我，虽然我有着中年人的身材，可是请相信我，却有比青少年一样同样年轻的心。我也感谢在我们当中许多前辈在教会当中给我的许多的鼓舞跟指导。我不会忘记这些信仰前辈曾经在教会里面做出付出这些的努力，都是我在日后当中所一点一滴去学习的。因为这是要感谢的事情。第二个事情恐怕我也要做一些事情。我记得我在6年前在荣桃教会就任，4年前在曙光教会被布达派任，一直到今天在这里，我要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创世纪前面的第1章到第11章不是神话的话，或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启示录不只是一种象征的意义，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读它，不去吃它上的话？这是一直以来我一直所坚持的一件事情。谢谢议长跟刚才几位信仰前面的同工给我的勉励。
假若圣经当中说的一个仆人，他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的话，那我真是要说，这是我一生的功课。我也愿意用一生的力量来为上帝来传讲他的大有能力的话语。虽然很多时候这也是透过人的想法跟意念所营造出来的这些的字句，可是我相信这是上帝透过仆人弟兄保罗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给我最真诚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期待我们的教会都可以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也期待我们的教会可以来参加目前在星期五晚上的一个查经的祈祷。我们已经走完彼得后书了，下一章节就是雅各书。我愿意用我一生的力量来为上帝来讲解他的大有能力的话语，让我们都在这个溪水旁得到滋润，得到喂养，以及我们可以像树叶那么茂密的树叶一样繁盛，以至于会结果子。我真是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张树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成长。因为从话语当中，我们会被拆毁；从话语的里面，我们会被重组；从话语的里面，我们也继续建造对上帝的信心，是他对我们的爱，以及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恩典。要感谢的话很多，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我想，这是我将来要继续要做的。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弟兄来祷告。我想各位的祷告是我最大的一个支柱，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继续建造他基督的教会。谢谢。刘阿春牧师是我们新维正会在台北我看是最高的一个张树萨克达拉位及阿春我生是在8号，是我们的榜样也长高一点靠要顶天立地好，阿弟还那个代议长老及张梅花等你也咪说谢词。来，谢谢众教会兄弟姐妹。议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班卡古扎吉奥甘当上坤马古拜尼吉达难，真的是好感谢各个教会来参与我们刘阿春牧师的就任典礼，尤其是演道的像当凤教会，真的是感谢你们好，港木三美教会，还有七美教会，更远的莲心教会，还有哪一个？最后这个念那个教会，哪里？曙光教会哦，真的是谢谢你们哦，如来如拉嘎那么带你接了塞丢盖，真的是只有一句话，还是感谢，谢谢你们的祝歌。那么如来的高米领袖三个法的扎巴嘎达班，再来就是真的是感谢神哈。然后你恭贺个多牧师娘，刘牧师，恭喜你哈！我希望说这个时候我们樟树教会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所有樟树教会站起来一下。现在我们的传道不是传道，牧师，我们喊说牧师平安，来，预备起，牧师平安，请坐。牧师都给传道的，以后碰面的时候不要说传道神，牧师都好。谈起到我们的牧师，真的是在前2年的时候，我说中会议长贺尼家跟我们的前任的小会议长及陈秀美牧师，虽然都我们是过着冰雪的教会，那个我是那外国教会那样一点以后虽然都个当一次那巴鲁泽那个个人那像我们小会都长执事团有米拉亚卡米吉传道完的那个时候，有那都个热闹法
法罗做的知识团员，长老米啊，伊哋好几多都休息，我都不好容易的三个知识，一定要法罗做，哎呀，稍后上，个达到三kami马拉九罗一定要。嘎达喽，把神都有神的带领，是按kami。只要阿春牧师不嫌弃我们樟树教会，我想这个困难一定会度过。是按给法罗这一定要，真的是我们的牧师不嫌弃樟树教会，还善待你啊！每个人都觉得在丢盖，虽然都这2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成果，那个我们真的是。有剩下的，感谢主，真的是我们有剩下的哈，真的是感谢主。这2年来，我们的牧师真的是很辛苦。我那个努尼拉阿米拜访的萨利嘎嘎，我萨刷人，真的是他真的是带着一颗热忱的心阿米拜访的，尤其是中年的夫妻哈。到了这年了，都不该年中年夫妻，是我们的教会的成长越来越多。哈，那给他萨利嘎嘎，我也更希望说萨利嘎嘎，这个基督拉斯卡莫阿弥多伦多切拉塞교会，就是因为你们的带导，所以我们这样的困境才能够突破。是安古方抓古米感谢大妈呢，谢谢你们的带导，愿你们再往后不断的为这个樟树教会带导。那个给大家一个再来就是原本伊拉个sama kami tamanan bingon to kay na sila yami putingan no di syongnya marata ko to awa to ya kurang sama lawas itu ura nang kemudahan tamanan asali kakak ura ay namo saan ko baruja amanan hao 我呀，烧面包、点心、餐盒，我是把你的嘛的，希望大家不要嫌弃，那个都是一家人嘛，以后你们还会请我们。以上是我的报告。Nanay kita nahuni, aminugay kamu, mabukil tularan,在韩国樟树教会的萨利嘎嘎。如果没有交通车的，我到那个西子火车站上。可以跟我们讲，我们有车子载你们，那个给到。那么我们中会的牧者跟传道人，我希望你们留下来。好，那个给到。以上是我的谢词。第一个在不说人马过，莫不给人的机要，我们能够烦恼。谢谢。好了呀，把它把第8你谢谢你长老。阿春牧师那个是5村呢，有剩下的5村呢，有没有5村呢？因为有剩下的哈，所以刘牧师有5村的哈，也是哈，所以牧师要留下来哈。好，那个好，很多个事工们我们的中会，特别是下个礼拜天下午2点钟，我们的会长阿春牧师，我们主持我们的那个 PPSF 的那个。长子训练，所以要参加哦。下礼拜几点钟？2点钟。好，我们也长子训练。第二个是我们优秀的传道人及李泽明传道，下礼拜天在延美教会被聘到台北中会哈，所以在延美教会就任紧了。以及第3届长老会也是16号那天没有开代表哈。还有我们西北中会的法干师班哈，有10个，陈国文牧师夫妇。宋牧师还刚过号，我们教会的中央教会有6个哈，有10个人，我到美国代表我们的总会教社部跟我们的外交部去，没有不是联合国的艺人哈，所以为我们祷告哈，阿门。我们下礼拜4就出发了哈，为我们祷告。好，那个好，我们来唱颂荣，是吧？耶稣所，这个拉丁汉那个牧师给大家，我是牧师阿米，是不过米罗里。
palaman utapang. Nangai marari ayarai tamanan pas palaman utapang ayat Kristo. Atau ulang kawas, atau ni kapun fang sa atau ni tamanan, nanti ni tak sebelian yet dalam nu. Amin. Amin.起立，我们请樟树教会管弦乐团作业，特会员退场。照相哈，你看看第一个，我们请特会员跟我们的今日牧师跟师母照相，大家好。牧师全部还有我们夫妻牧师传道来到前面来。那个长老执事可能还要我们比较小心，越快越好。